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我 Christina， 今日想同大家介紹愛完美3C 座一個名詞緊湊嘅兩房單位。呢個單位嘅實用面積係531尺，我哋而家即刻去睇下。單位係用電子門鎖出入嘅，咁就唔怕唔記得帶鎖匙啦。入門口右手邊呢度呢，就係單位嘅浴室，浴室做咗個浴缸，同埋係一個有窗嘅設計。沿住走廊行返出去，我哋會見到一個女字形嘅客飯廳，呢一邊係飯廳嘅位置，而對面呢就係客廳嘅位置。旁邊呢仲有個廚房添，呢個廚房係屬於緊廚房嘅設計，裡面 U 字形咁樣嘅開積，呢一邊愛嚟洗菜，而對面可以明火煮食，下面仲有個洗衣機。我哋而家去露台望下個景觀啦。單位雖然係低層啊，景觀呢主要就望返自己內園嘅景緻，但係呢其實都可以望到少少嘅海景。我會覺得呢個海景呢現場睇會比較好睇嘅。沿住客飯廳嘅對面呢，就係單位兩個房間。呢個係第一個房間啊，開積呢係比較長方形，同樣係有一扇好大嘅彩光窗。門後邊預留咗一個放衣櫃嘅位置，而另一個房間呢，開積就較為方正，兩邊牆都有景觀窗，所以個採光度好高。而家呢個單位係鎖匙盤嚟㗎，如果你哋都想睇，歡迎揾我 Christina 睇樓。我嘅直線電話係68062991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